你的孩子就是你生命中的菩萨，你肯定没有察觉，他一出生就默默为你做了3件事。他做你的一面明镜，帮你照见内心；他做你的一条渡船，帮你觉悟心性；更重要的是，他送你后半生一份从天而降的亲情。经典中有一句话：若见诸香非相，即见如来。你的孩子有自己的焦虑和愤怒，也有平和与纯真。如果你用家长的身份去管教他，很多时候他不会迎合你，他会直白地告诉你，我不喜欢。这时候的你能否关照到自己的执着？但他从不记恨过往，前一秒可能在生你的气，后一秒就会扑进你的怀里。这时候的你能否关照到自己的本真？所以你的孩子在不断给你关照的契机，从出生到现在，他用自己的存在时刻提醒你，放下执着才能看见生命的本真。